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新 Mobile 100G 5G 計劃限時送中國、澳門共用數據，開附屬卡有8G 本地數據。新年流流行過電信商門市，點都會見到大大張嘅新年優惠海報。今日行過新 Mobile，唔係特登去出機，但係眼尾就望到張海報寫住 Happy New Year 2026。好奇心驅使之下，就入咗去八卦一下。一問之下就發現個推廣唔單止係指定嘅 plan 會送額外嘅中國、澳門數據，就連現有嘅客戶都可以一齊玩附屬卡優惠。今次推廣嘅核心就將呢個100G 嘅本地 5G 數據套餐149蚊月費直接捆綁埋3G 嘅中國內地同澳門共用數據。呢一個改動對於每隔一兩個禮拜就要北上消費一趟，或者係偶爾去澳門玩2日嘅用家嚟講就方便得多啦。起碼唔需要再下下擔心一過關就斷網，或者係急急腳咁要去揾便利店買數據卡。而更加關鍵嘅係性價比。以往擁有相近嘅本地數據量、月費門檻同埋數據地域性都冇今次咁闊綽。以往158蚊月費只係包50G 嘅 5G 數據，而且唔包內地、澳門數據。而家唔單止月費平咗，本地數據翻倍，仲送埋內地同澳門數據。對於用量穩定又需要兩頭騰嘅用戶，的而且確係減省咗唔少嘅規劃同埋開支上面嘅麻煩。而且現有嘅客戶佢嘅附屬卡亦都會大升級。如果已經係新 Mobile 嘅客戶，加開附屬嘅 SIM 卡，咁就可以用48蚊月費享用到8G 嘅 4.5G 本地數據，仲免埋每月18蚊嘅行政費添。個重點就在於升級嘅幅度。以往附屬卡嘅入門方案，數據量真係只係夠應急，本身係28蚊一個月包1G 嘅數據。而家新優惠之下嘅數據用量足夠一個輕度至到中度嘅用家，例如係屋企入面嘅長者或者係另一半，佢日常嘅通訊、睇下社交媒體同埋地圖導航，變相令到主卡嘅客戶可以更加輕鬆咁為全家安排晒網絡服務，管理起上嚟又簡單又確實慳到錢。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。三重防護中階機減價700，1899有找玩 AI 4nm 晶片，抗跌防水，仲有5800大電。近年好多嘅手機都主打 AI 功能，但係多數只限於旗艦機或者係高中階嘅機種。但係其實買舊代嘅中階就可以平平地咁玩到 AI。近日就有大鋪為一款主打 AI 功能嘅中階機減價，1899有找就可以入手。講緊嘅係 OPPO Reno 13F。呢一部中階機推出嘅時候，售價係2599。近日發現 The Club 網店減價去到1899，減幅達到700蚊。不過目前只係得翻紫色機身。呢一部中階機除咗有全套嘅 AI 功能，而且機身防護夠勁，仲有5800mAh嘅電池。S6 Gen 1處理器都夠日常使用。OPPO Reno 13F 機身只係重192g，厚7.76mm，配備6.67寸 FHD 加 OLED 120Hz 螢幕，手感輕盈。新機仲擁有 IP69、IP68 同 IP66 三重嘅防護認證，配合神盾抗摔結構，唔單止支援水下拍攝，仲能夠抵禦80度嘅高溫水沖洗，耐用度極高。硬件搭載 S6 Gen 1處理器，內置12GB RAM 同256GB ROM，配合5800mAh大電池同45W 快充，續航力有保證。相機採用5000萬像素 OIS 主鏡頭，前置鏡頭亦都達到3200萬像素。AI 功能係 Reno 13F 嘅一大亮點，影像支援 AI Live Photo，兼容 iPhone、AI 去反光以及超高解析度修圖。生產力方面就提供實時嘅屏幕翻譯、文章摘要同埋錄音重點整理，能夠有效咁提升日常嘅工作效率。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